你要諗點解個原因係點嘅 ？Price action 嘅角度就係一件咁樣諗咗出嚟，係咪會整起咗一樣嘢就係、嗰個價格，因為我控制緊，係咪一路喺打橫咁樣行，唔會超過我收貨嗰個價錢？睇兩支包係睇啲咩咧？呢個因應呢個環境底下，如果你放翻大佢變咗分鐘圖咧，佢一路喺度收窄緊個擺翻個 limit 嘅 sell， 即係佢翻轉頭，其實 limit sell 就係反手用嘅啊。就如果你睇 price action 嘅人，通常咧佢會留意大概50% 嘅 retracement。留意到一樣嘢咧，呢個出現咗一個 signal 嘅話 ，inside bar， 然之後穿嗰個頂 within 嗰支 mother bar， 跟住點啊？跟住呢一度咧有一個幾強勁嘅 sell force， 我哋做一個 SOS 嘅 sell on stop 啊。同一時間我哋個 stop 邊度啊？任何時間 retail 即係散戶買貨嘅係乜嘢賣俾你？咩俾你啊？任何時間個市場裏邊